做佢哋唱呢個就係《天龍訣》啊，有請。《天龍訣》咧係亞洲電視嗰啲劇集嚟嘅喎，係咪啊？佢哋唱嘅都係《天龍訣》嘅主題曲，有請。Hello， 午安，大家好。大家好啊！好開心啊，又參加到阿蘇主席你哋即係呢個會嘅生日會。咁我同介紹我自己先啦，我叫鄭美芳阿 Jo。我咧就叫做盧慧文 Judy 喎。我哋兩個咧佢係我表妹，希望咧我哋能夠帶到歡樂俾大家嚇。仲有希望在座咁多位身體健康。聖誕快樂，新年進步。好，唱一隻《天龍訣》俾大家。
好，多謝晒。多謝晒，哇，有唔有型啊？着晒盔甲係嘛？又靚女，非常之有型啊！我哋俾啲掌聲佢哋先。